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8，旧历的9月20，礼拜五。南投中兴新村当咧举办地业博览会，发生一段惊险的插曲。有一个轿车的驾驶落车的时阵，椅仔无入停车档，手动嘛扭无完全，结果这个车失控冲向人群。这里后座的乘客是惊到赶紧来跳车，现场的民众嘛真惊吓。加在有一个警察马上跳起伫车顶打档啊！扭手动，及时化解危机。落车要落问啊！疑似轿车驾驶将车停伫地业博览会入口，想不到10秒钟后，车家己会行。哇，车子动了，我后面的。这里后座人发现唔对，赶紧跳车，想要将车扭掉。驾驶嘛紧走转来开车门，其他看到人嘛来斗相共，要过车一直往博览会人一直冲去，险啊弄到其他的人，现场真混乱。收警员英勇，我这英勇的警员就这样跳上去，然后帮他踩刹车。哦，好险！不然再下去那里都人呢。这位交通员警发现唔对，随拍开车门跳入驾驶座，赶紧打档啊，敢若差1公尺尔，轿车就冲入去博览会人潮里面。刹车，踩刹车以后再把排栏杆，它本来是在低档嘛，对，那我把它放到 P 档，然后再拉手刹车，把车子完全停住以后，我再下车。驾驶落车时，停伫出错的所在，敢若拍空速，加上人气有重量，车就慢慢啊伫行。他是停车的时候，他没有打 P 档，拉手刹车也拉得不够深。经过提醒驾驶人，驶自排车落车时，一定要将车入伫 P， 而且手动一定要扭到底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，才袂发生意外。